请问报残花是安怎号这个名 ？A. 伊会帮助农作物生长。B. 花开的时阵会当报残。C. 伊是定定生伫咧田边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这题我就要考你报啦。残报花，残花，报残花，你有听过无？是啥物花？是啥物花？会帮助农作物哦我敢若知影豆花。会帮助农作物生长。 A 哦，头一个 A 是哦。为什么是这？因为伊吼就是报产进前，咱也会做阮那边花海，会只加咧做肥。哦，油菜花枝的感觉，油菜籽，油菜花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A， 伊会帮助农作物生长。好，生长。生长。嘿好，咱来看者，伊会帮助农作物生长，对唔对？来，6千，机会来啊！机会来啊！伊等这久啊！阿妈，机会来啊！6000哦。报残花有听过无？报残花，嘿，是再讲一遍我听。报残花，嘿，报残呐，报残的报残花报啦。残花是安怎号做报残花？是因为伊花开的时阵会使报残，还是定定生咧田盘边？是，你捌听过无？唔捌听过咧。哎呦，哦，阿嬷厝的可能无做田的款，有有哦。有啦有。啊，恁的感觉咧？答案是啥物？是比花开的时阵才当报产，哦，花开的时阵才会当报残，有确定无？那是花开，我感觉是我是用的啊。报残花。嘿啊，报嘿啊产花开的时阵对啊，这才当报产，对咱来讲就远啊。算是一个提醒啊。即摆花开啊，所以会当开始报产。哦，哎，这嘛是有道理呀。有影哦。所以恁决定是 B 啊吗？嘿，决定是 B，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哈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，花开的时阵会当报残，对唔对？恭喜哦，这就6000咯！有个比手啊，有个比手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那这厉害。咱一般报产拢是春天嘛，哈。是。虽然有一档，迄个可能一年有2档的迄个稻啊是安怎哈？不过一般来讲拢是春天爱去报产，所以伊迄个时间是叫做报产花。不过伊的华语就是咱一般讲的稻官。哦。啊，稻官的名是满山红，所以可能你伫咧较山顶，也是较迄个。郊区的所在看较有，所以满山红啦，也是稻官啦，也是报春花、报残花，拢是咧讲同款的物件。